台北攻击事件相关是挂防毒面具犯案，台北捷运嘛修改规定，若无正当的理由戴防毒面具，还是头盔等等有违案义务的打扮，经过考考无改善，就禁止出入捷运。捷运冒设一面道念墙，互民众来感谢怀念，勇敢阻止嫌犯，也毋过说不幸过往的有家抢生死。写纸条啊，早会为中部上北的蔡同学特别来悼念，伫攻击事件内底遭动嫌犯所不幸身亡的余家冲。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，然后他值得被纪念。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，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，然后就比较正式，也比较严肃一点。为这些牺牲的人，然后感到很遗憾。这是北捷伫台北车站边环站通向 M7 出口通道，设立暂时性悼念壁，写影响党主岛甲会党道行侠，这都是永远会记你无悔的神影。都是假日未少人献花甲卡片，北捷党处长赵少年也低调来遮。我问一下。北捷服务因为通道下除了火以外，且唔通放饮料食面，车站人员一定是巡查。另外，刑警以及依旧嫌犯，包括防毒面卡犯案，北捷也修改规定，即马开始旅客装扮有影响违安甲安全记录，亲像无正当理由挂防毒面卡、过路式呼气器头盔等的装扮，或者是穿有强攻武装这物件，无必听看到故作运送，也建议未来无排除在重要车站导致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。摄影机当然是要够多，影像判读的问题嘛，然后影像判读以后确定这是风险，执行人员能不能马上到啊？学者分析，爱收集长照的监控模式，互 AI 政策更较精准，避免误判，佫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建立。另外，就算提早预警，也要有认定，会马上保护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